各位同學午安，歡迎收睇開平電視台。我係今日嘅節目主持6A 班黃澤。經過接近1個半月嘅時間，同學喺5個項目進行挑戰。今日終於嚟到開平60擂台終極挑戰嘅日子。我哋邀請咗各個項目前3位嘅同學同埋老師到現場再一次接受挑戰，睇下可唔可以突破最佳成績。不如一齊睇下入圍名單先。乒乓球有鄧冠廷老師、3C 黃樂希同埋何燕旭老師，佢哋挑戰嘅次數係鄧冠廷老師嘅182次。排球有張榮君老師、6B 梁許生同埋6B 張俊軒，佢哋挑戰嘅次數係張榮君老師嘅81次。籃球有5D 沈希、6B 陳旭浩、5D 張俊榮同埋6C 韋博軒，佢哋挑戰嘅球數係5D 沈希同埋6B 陳旭浩嘅14球。跳繩有6C 鄭卓蘭同埋2A 陳以鵬，6D 黃桂兒因為身體不適未能參與，佢哋挑戰嘅次數係6C 鄭卓蘭嘅254次。扭計骰有4B 李浩良、4B 張德明同埋6A 林建宇，佢哋挑戰嘅次數係4B 李浩良嘅26.5秒。相信喺課室嘅同學都好期待，記住為各位入圍者打氣。而家就交時間俾現場嘅小記者魏正賢。喺我身邊嗰啲呢，就係今日參加挑戰嘅同學同埋老師，大家有冇信心？好，我哋就會每個項目逐一進行挑戰，然之後5個項目完成晒之後呢，就會一次過公佈個結果。如果冇人成功嘅話呢，就由目前成績最好嘅老師又或者同學呢，成為最終獲勝者。首先請乒乓波參加者，時間係1分鐘，準備開始。好，加油！樓上嘅同學都要俾加油啊！仲有50秒。哇！嗰個老師呢，佢拍得好快啊！仲有30秒。哇！個同學都毫不輸蝕，拍得好快啊！最後10秒，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停。跟住就請排球嘅參加者，時間都係1分鐘。1、2、3，開始。哇哥，好，加油！好，仲有30秒，加油啊，梁生！大家都打得好好啊！堅持，仲有20秒。仲有20秒。今日手上你小心啊！最後10秒。最後10秒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停。跟住就到籃球啊！籃球會組2個人，時間係1分鐘。預備，1、2、3，開始。哎呀，可惜啊，射歪咗。唔該，加油加油！你。哎呀，又射尾咗啦！唔緊要，繼續加油，仲有40秒。
繼續努力，仲有30秒。哎呀，又射尾咗啦，唔緊要，再接再厲，繼續加油。20秒。最後10秒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停。跟住就到籃球嘅第二組參加者。2、準備開始。哇，好犀利，佢8發8中啊！陳一豪佢好勁啊，佢差唔多入晒啊！哇，好犀利喎！時間仲有40秒。唔緊要，沈希都好勁。仲有30秒。好，加油！最後20秒。最後10秒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停。跟住就到跳繩嘅參加者，時間係1分鐘，準備開始。我好快啊！我快到條繩都見唔到啊！我佢兩個都好勁啊！唔會太犀利啊！佢係快到條繩都見唔到啊！時間仲有40秒，加油！最後30秒，佢係速度慢咗啊，不過唔緊要，繼續加油！哎呀，可惜啊，佢唔小心棘親啊，俾條繩。最後10秒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停。跟住就到扭計骰啦，準備3、2、1，開始。林建宇佢最快成功，係20秒。好，我哋而家有結果啦。乒乓波呢，就鄧老師呢，佢183次破咗紀錄，好拍手。跟住排球就梁許生101次，都係破紀錄嘅。跟住就到籃球係張俊榮，跟住15次。跟住跳繩呢，就冇人破紀錄，所以就鄭卓南獲勝。最後就到扭計骰，林建宇20秒破紀錄。請周校長過嚟頒發獲勝者獎牌。點？好，籃球你籃球。跳繩。
恭喜晒！好解釋。好，我哋一齊俾掌聲，恭喜晒！而家就交翻個時間俾攝影室嘅黃澤。拜拜。正然，其實每一位參加者都係優勝者，只要肯不斷嘗試，一定會做得更好。而紀錄會保留，等日後俾你哋繼續挑戰。時間過得好快，其實今集內容已經係本年度最後一個節目。如果大家想睇返今年嘅所有節目，可以去到學校網站呢個位置重溫。好啦，真係要同大家講再見啦！預祝大家下星期考試成功，明年再見，拜拜。